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让我们在今天一起来到上帝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一起敬拜，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将自己摆上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诗歌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，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
只在乎你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去经历你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领受你的话语。我们要将今天恭敬的摆上，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愿主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将自己陈列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祝福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交托仰望，愿主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在当中领受你要对我们说的话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平安，今天4月3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，在列王纪上第1章第28节到第37节。列王纪上第1章第28节到第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于是大卫王吩咐左右把拔示巴找回来。拔示巴来了，站在王面前。王对他说：我指着那救我脱离各种患难的永生上主答应你，今天我要信守我指着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所发的誓。你的儿子所罗门要继承我做王。拔示巴叩谢说：我主我王万岁。于是大卫王吩咐人去召撒都祭司、拿单先知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来。他们来到的时候，大卫王对他们说：你们要会同宫廷的官长，让我的儿子所罗门骑上我的骡子，把他护送到基训河水泉旁。在那里，撒都和拿单要膏立他做以色列的王。你们要吹号角，高喊所罗门王万岁。然后你们要护送他回到这里来，他要登上我的宝座，继承我做王，因为我已经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统治者。比拿雅说：愿王的旨意成就，愿上主你的上帝成全这事。上主怎样与陛下同在，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，并且使他的朝代更加昌盛。我们借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章第28节到第37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平安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谈到的是所罗门他要被立为王。然而在这2天当中，我们所看到经文是一个在一个王朝里面可能会发生的，在当中可能想要去抢这个位置，而这位置到底是属于谁的呢？在我们前2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有读到说这个位置有人想要抢，但是更重要的这个王位，其实在以色列当中，在我们信仰里面都可以看到，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人去操作然后给谁去做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旧约时代那个先知、祭司、士师乃至于王，这些位置最重要是上帝拣选，透过先知，透过一些人来膏抹他，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人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亚多尼亚他要自己成为王，他用了这样的方式，他用了人的方式，找了军队的统帅，他也找了祭司来帮助他，但是他不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很重要，他不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因此很重要的是，这个位置究竟是上帝所赋予的，还是我们人所给予的？因此在这个事件当中，昨天就拿单出来，他要来把这些事情把它搬回来。我相信这是上帝对他的感动，让他愿意站出来，要把整件事情来调整回来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当然是接续昨天的那经文里面讲到说，拿单和拔示巴他们都到大卫的面前跟他说，这个位置你是要给谁？你之前说要给所罗门，但是这个时候有别人来抢了。所以当中如果你没有赶快处理的话，那你死掉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可能就成为叛徒。但是如果你这时候赶快出来确立这个位置，那这整个事情会更好，而且也求你照着你之前答应我的来处理。所以今天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这边说，于是因为前面的那些动作之后，大卫王他跟拔示巴，他跟先知拿单谈完之后，接下来于是大卫吩咐左右把拔示巴找回来，让拔示巴也回来站在王的面前。所以这当中这个于是也是接着他要处理这些事情的。在前面拔示巴跟拿单来跟他谈完之后，我相信他也想了一下，我相信他也回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帮他，让他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。所以接下来他就把拔示巴找了回来。当大卫把拔示巴找回来之后，他这边说，他对拔示巴讲，我指着那救我脱离各种患难的永生上帝答应你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想起来了，他也回到上帝面前，所以他的答应不是自己想要怎么做而已，而是回到上帝面前。我们看到在这事件里面，也就是上帝在使用他，在唤醒他。这个拣选其实也不单单是大卫自己在操作这件事情，很重要是上帝已经应许他，这个位置是要给你的儿子所罗门。在我们前面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里面也有讲到说，上帝应许给他，因为大卫跟上帝说，我要帮你盖圣殿。上帝说，其实我不需要，但是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盖圣殿不是从你的手上来做，是由你的儿子来做，是要交给所罗门的。所以这时候他才能这样子对拔示巴说，我指着那救我脱离各种患难的永生上帝答应你。所以让我们看到他讲的这个永生上帝，那个救他脱离各种患难的永生上主是谁？这是耶和华上帝，就是他当初那时候面对
扫罗王的追杀的过程当中保护他的那一个上主。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这一生当中他所敬拜的是谁，救他脱离患难的是谁，在这一生当中在带领他的是谁，所以指着这位上帝来发誓，来对他说，来答应他说这些话。所以这就是大卫对拔示巴讲的，他说，今天我要信守我指着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名所发的誓，你的儿子所罗门要继承我做王。所以其实或许他到后来他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，可能他也觉得很顺理成章的，这事情应该就是所罗门来承接了。但当他没有发布这样命令，他没有去做这样后续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有可能造成我们看前面也是押沙龙出来，那接着有这个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出来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也让他觉得他应该要赶快处理了。所以拔示巴也提醒他，拿单也提醒他，所以他这时候也就跟拔示巴讲，我信守我所发的誓，我会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继承我做王。当然我们看拔示巴他听到这些，他心里面应该很开心，因为王也答应他了，这时候也要兑现他所开的支票，所以他叩拜说，我主我王万岁。所以我想他是发自内心的感谢，因为这个时刻亚多尼亚已经在那边称王了。这时候大卫跟他这样的应许的时候，也就是接下来他要行动了，所以他感谢他，感谢大卫王所做的这样的承诺。在当中我们看到接下来他又继续要发生了，所以他前面的于是接下来在做什么？叫拔示巴来，要跟他讲，我答应你了，我会承诺这件事情，接着我也要让这些事情来成就。接下来这边讲于是，所以他前面找拔示巴来跟他说，照我所约定的这样做。接着这边于是，也就是大卫王开始叫人去把撒督祭司、把拿单先知、把耶尔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叫过来，接着他就开始要有行动了。所以他这边2次的于是都是要带出行动的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带出行动。我们不是老眼昏花，我们不是觉得就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当中开始他的行动，所以他要把祭司、把先知他们叫过来，所以要把撒督祭司、把拿单先知、把耶尔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把他们3个都叫过来，就是接下来有行动了。所以当这3个人他们来的时候，大卫王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会同宫廷的官长，让我的儿子所罗门骑上我的骡子，把他护送到基训水泉旁。所以其实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。很重要是在当中我们看到各种的力量要加添在他身上。祭司是宗教在信仰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，这当中也找了宫廷的官长，也就是在王权当中的象征的人物，也包含了先知，也就是上帝要立他为王。所以在这种各方面的人陪着他去，而且这些人其实也就是陪在大卫身边的人。虽然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当中是非常有象征性的，所以又让这些人陪着所罗门，要让他们护送他到基训水泉旁，让众人知道，也在这很有象征性的地方，这些很有象征性的人跟他在一起，也就是要让他们去做一个宣告。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宣告，也就是宣告大卫要让所罗门来接这个王位。所以34节这边讲到说，在那里撒督和拿单要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，所以让祭司、让先知来高抹他，
来高抹他来做王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正统。那正统是什么？是上帝所拣选的。上帝拣选了扫罗王，拣选了大卫王，也拣选了所罗门王。而在这拣选之后呢，在拣选之后，由祭司、先知来做高抹。所以在当中也派了撒督和拿单去高抹所罗门来做王。当然高抹他之后呢，接着就是万民一起欢呼，他们要吹号角，让大家都知道。吹号角让大家都知道，不只是如此，还要大喊所罗门王万岁，所罗门王万岁。所以透过这当中让众人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要吹号角，要高声的呐喊所罗门王万岁，所以让大家知道这才是正统的，这才是大卫王所拣选出来要接棒的这个人。因此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，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。当他们高抹所罗门当王之后，在那边吹号角，在那边高喊所罗门王万岁之后，其实这边也很重要。然后你们要把他护送回来这里，他要登上我的宝座，继承我做王。所以这当中要护送出去，要护送回来，也在看有可能亚多尼亚已经派人要埋伏他了，有可能他们也会算计到说，可能大卫他们会出这一招，所以要有人护送他出去，也要有人赶快把所罗门来护送回来，赶快把他带回来。所以护送回来之后，让他平安的回来，让他平安的回来之后坐上我的宝座，来坐我的位置。因为在当中，也就是真的透过我这边来要交棒给他，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，也让他成为犹大的王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以前先当王的位置是在犹大地方，成为犹大王，后来才成为以色列王。所以他做了7年犹大的王，后续又做了33年以色列的王，所以这当中整个加起来是40年。所以当然他那33年也同时也做犹大的王，所以他交给他的儿子的，交给所罗门的，也就是包含了北以色列跟南犹大。所以这当中要交棒的是完整的都交给他，包含以色列和犹大，他要坐上我的宝座，他要坐上了我的位置，他要成为我的接班人。当大卫王对他们讲完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比拿雅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人。比拿雅这时候就对大卫说：愿王的旨意成就，愿上主你的上帝成全这事。所以这很重要哦，在这句话当中所带出来的是，我们是跟随你的，他是非常忠心跟随大卫王的。所以愿大卫王你所说的能够成就，而且不单单是你的旨意而已，愿上主你的上帝成全这件事情，愿你所说的，你所预备的是合上帝心意的。所以在当中我们发现这句话或许很简单，可能很快的就带过，但是这句话所带出来的是更加重要的一句话。这件事情是在上帝的心意，在人来看是大卫王的想法，然而这更重要的是合上帝的心意，愿上帝来成全这件事。不只是如此，在当中也带出一个东西，提到说愿上主怎样与陛下同在，用更直白的话来讲，愿你的上帝怎样跟你同在，也跟你的儿子同在。这个上帝怎样跟王同在，也要跟接下来这个所罗门王同在。上帝怎样祝福你，要更大的祝福在所罗门王身上。所以后面那句话讲到说，并使他的朝代更加的昌盛。所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领受更大的祝福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其实大卫他是一个心胸比较宽的人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当他去这样子做的时候，
是要更大的祝福在他的子子孙孙当中，而不是用嫉妒的说他不能比我强，我这样很好。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后代比我们更加强盛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拿雅讲的，愿王的旨意成就，愿上主你的上帝成全这些事情。我们要这样去祝福，我们也这样期待。而且上主怎样跟陛下同在，愿他也照样与所罗门王同在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而且是要比大卫王更加的昌盛。在你这样追求当中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我们也期望我们教会也是如此，奠基在过去的牧者、过去的前辈、过去的信徒当中，让我们的教会接下来也能够更加昌盛。在过去很棒的基础当中，我们接下来要有更好的发展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被唤醒了。当他唤醒之后，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所以他就赶快处理，赶快叫拔示巴来跟他说，你所说的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会赶快处理这件事情，我答应你的，我会给你。接着他也叫了撒督祭司、拿单先知、耶尔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来。所以这很重要，把他们招来，让在信仰当中站在信仰上面的一个代表的人撒督，代表上帝在当中的拿单，代表军权的比拿雅，也带着宫廷的官长去做这件事情，去高抹，去让所罗门能够登基，所以让他能够上位，然后赶快把他带回来，让他坐上这位置，也昭告天下，所罗门要当王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被唤醒了，当他被唤醒的时候，他的生命要醒了过来，要好好处理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或许我们年老了，我们身体软弱了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但是我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，也愿我们一代比一代更强。很多时候老一代的都会说你一代不如一代，我觉得我们不要讲这种话，我们需要是一代祝福下一代，让一代比一代更加的昌盛。就像比拿雅所说的一样，愿王的旨意成就，愿上帝你的上帝成全这事。上主怎样与陛下同在，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，并且使他的朝代更加的昌盛。愿我们在当中所领受的是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领受更大的祝福，让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兴旺，也让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更加昌盛。愿上帝就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再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敬拜，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去经历你的恩典，你的带领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不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更多的来到你面前，领受你的恩典，照着你的心意来做，在许多的决定当中依靠你，不再是靠着自己的想法去要我们想要的，而是回到主你的心意当中，降服在主你面前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或许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被提醒，就像大卫这样需要被提醒，而在当中我们要学习像他一样，当他被提醒的时候，他就醒了过来，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处理这些事情。愿主你也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领受陈列在主你面前，愿你祝福在我们当中，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也愿我们所摆上的是你要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也让我们的生命持续被你调整，愿我们的生命回到主你的面前，领受你的恩典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交托仰望，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带领着我们，也让我们接下来有一段时间继续的在上帝面前来默想，来等候，来领受上帝要对你说的话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。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帝祝福你。